孩子，也祈求你亲自的来安慰在病痛中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和家人们，祈求你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爱，相信自己没有被你撇下，你仍然是那位爱他们并且听他们祷告的神。求你不断赐下盼望、安慰的灵在他们的心中，愿心灵受创、身体病痛的弟兄姐妹、家人们，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一次又一次的承担够用的恩典。我们知道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也是我们的拯救。求你的手因着怜悯向我们施恩，让照顾的与患病的心中都充满平安。看着头发爱我们的神，必要得着医治，我们的心也就欢喜快乐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祈求，阿门。各位好久不见了哈。刚才大家见到我都没有说这句话，他说我说哎，牧师长怎么没有来？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。那今天真的很高兴看到很多老面孔，看到一些新面孔。那刚才参加大家的祷告会，真的让我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。我其实真的是非常感谢神，让我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学习成长。那刚才来到教会，我发现说有很多我们传统的都保持下来，也有很多新的事工在推动，让我真的非常感动。而且刚才参加大家的祷告，从一来到教会开始，就看到大家各就各位，就像过去一样。每一个人执守各自的岗位，然后将自己的工作完成，让我们有一个享受一个非常美好，而且感受非常好的一个夜晚。其实让我觉得身为各位的曾经身为各位的牧者，非常非常的骄傲。